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，讲未来4年再生能源的发电量，若无法度达到目标，这个电若是无够用，有将近50%的民众认为应该来增加到核能发电。 其实最后一批燃料棒日被运到基隆港，要送转去美国。不过最新的民调显示讲，若是未来4年再生能源无法度达到占发电量20%目标，意思讲电无够用，有49%的民众认为应该增加核能的发电，29.4%的人认为讲应该增加火力的发电。可以先去问问侯友宜市长，他对于核废料的意见如何？没有办法预防核电的各种灾害，就没有资格谈什么核能，更是不会去支持重启核四。苏贞昌强调讲，南洋田首长拢坚决反对核试设伫家己的县市，嘛讲台湾人民看到福岛核灾后，认讲无办法处理核废料，嘛无法度预防核电的各种灾害。因过路透社报道，后面专家小组认为讲，核电符合应效的标准。 别的国家的态度跟立场跟我们台湾的需求未必是完全一样。只要人民多了解真正台湾面临的核能的困境的话，就会了解台湾的确是一个不太适合发展核能的国家。蓝营并没有提出要重启核四啊，至少就是支持核四，这是民党意图把环保团体跟核四画上等号。这个原来是你的战友，你后来就要把它污名化，这是民党最恶劣的部分。那立委的意见不同款，即马随着真爱做打这个公投通过第2阶段的人数，要安怎达到2025年非核家园的愿景，考验到执政党的政治智慧。